小的姐姐过来了。哎，你怎么认识我的？我关注你很久。你啥地方来的？收嘴呀？我是农村的老板。都不讲些个呢？这是我们大佬。哎呦喂，刚才出来两个侪是老板啊，弄不清楚。你们把牛包子一开枪，侪是个送进去。好阳光没给你带出来也好得了。那么后来嘛，啥个弄娘了一间房间8.4，我还问你收200块洋钿，你想想看呢？现在就开始中饭子啊，一块地里向个菜随便吃。多帮2块子，侬比包它，哎不要包它，哎再吃里向一点。哎，你我看吃青菜么，从菜单上侪是一张管。哎，对，一张是不够一罐3口，哎，不够一罐，起码5口。你不吃你还是来脱个呀？哎哟，还不是那个车子啊，让我参观呢。那个里向还很干噶。这里面有卡式炉，有小的电饭煲，油盐酱醋。这个就是我的小家。下雨睡在车里好睡得了，呼啊呼不想醒来，还在做梦。做18岁的时候。哎呀喂，困梦的地方好吃哇！那个里向还得困死盖里呢，肯定不来塞。哎呀，吃脱个，也吃啊，我也吃脱个，哪办呢？你两年才设计得了上浪困盖，我理的。冬天最舒服。冬天不冷的。家里有电热毯，取电在哪里呢？这里有个副电瓶，可以做饭、照明，可以手机充电，一车一人不得了。特别是中老年，就喜欢过这种生活，就是和家里没有什么区别。你说跟家里有没有区别？你笑什么？你起码也要财富自由了才能出来吧？你本来是慢收入慢游呀，你又不是赶时间，所以说你开销的话，你3200块啊，你绰绰有余。我有同心这样，我准备追去龙福爱得噻。啊，那边事业油电混合的，省油的，可以住在车里面，那不用这样子了。你搿块半年困上去抖脱个，也推脱个呢。我感觉呢，这还先自家出去试一的，那么呢再决定。哎，得噻，28万，28万，你为什么不买一个房车呢？房车嘛，你万一不出去自驾游的话，你这个房车怎么弄呢？没地方停的哇。哦，你商务车了，有利有弊的，两个人呢，原配夫妻的肯定是好的。你要结婚的话，找个老头的话，有钱的老头他会像那种快60岁的女人吗？结婚的话别指望，不知道谁照顾谁了。男人的话，他老早比你早中风了。那么叫他把他来包子。